大家好，我係林寶儀，持有香港證監會第4類提供專業投資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牌照。今日有一位客戶有3個子女同埋唔同嘅財產，佢問我財富傳承信託嘅特性同埋好處，咁我就錄低呢條片，希望俾大家一個精準嘅介紹啦。Trust 信託係 Common Law Jurisdiction 普通法司法管轄區，包括香港公認同埋理解嘅概念。佢嘅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之前。喺香港，信託嘅設立同埋管理都係受 Trustee Ordinance Cap 29受託人條例第29章同 Common Law 普通法管轄。財富傳承信託 Wealth Inheritance Trust 係一種法律工具，主要用於管理同埋傳承財富，具有5大優點。法律結構、資產保護、繼承安排、稅務減少同埋靈活性。第一點，法律結構，信託係根據信託法設立，具有法律效力，通常由設立者，即係委託人 settlor 指定受託人 trustee 管理財產。受託人會根據信託人文件中嘅條款，為受益人 beneficiaries 管理利益同埋分配呢啲財產。第二點，資產保護，將信託財產同委託人嘅個人財產分開，可以提供一定程度嘅資產分隔同埋保護，避免將來債權人索償信託內嘅財產。第三點，繼承安排，避免遺產分配爭議，可以明確規定財產嘅分配方式，避免家庭成員將來出現爭議，保持家庭和諧，免傷和氣。第四點，稅務減少，信託嘅形式可以減少遺產稅同埋贈與稅嘅負擔。最後一點，靈活性，人可以設置各種條件同埋限制，根據受益人嘅需求，預先安排度身訂製嘅財產同埋分配策略。趁有時間，不如我哋講埋財富傳承信託其他嘅4大好處啦。簡化繼承過程，保護受益人，控制財產使用，同埋最重要嘅私隱保護。首先，我哋講簡化繼承過程，避免複雜嘅遺產認證程序，加快財產分配嘅速度。第二，保護受益人，對於未成年或者有特殊需求嘅受益人，信託可以提供持續嘅經濟支持。第三，控制財產使用，委託人可以控制受益人如何使用信託嘅資產，例如限制一啲支出嘅用途。最後一點就係受客戶最關注嘅一點，私隱保護，信託嘅內容唔可以公開，可以保護家庭財政狀況嘅私隱。你嘅財富根據你嘅規則，喺信託基金裏邊，你可以自由掌控，根據你嘅心意要求特定嘅財產使用方式，確保每一分都用喺你最愛嘅人同埋你最關注嘅地方，保護你嘅未來由今日開始。Protect your future, start from today。如果你對於傳承信託有任何問題，歡迎留言俾我，我會盡快解答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